为了让公园符合有特色游戏场的潮流，撇面罐头色一模一样，市府积极伫新设立的公园来加强特色。其中为伫客家花种公园，经过干务局投入500万来改造，加入特色游戏器具以后，互囡仔拢生家非常欢喜。其中有一条伫完工启用以后，嘛到场巡检。会中强调，虽然所有器材品质都有严格把关，不过嘛呼吁囡仔咧耍，一定要有家长专程陪同。咱真侪公园人、客家人拢爱来遮休闲，但是囡仔的这个游具过去可能较无够有当时有时罐头游具即马我这市长了一步一步来改变即马台南市有一个每一区咱嘛希望讲有一个特色公园，安尼渐渐起起来，渐渐用起来，会当有好有搁较侪这个好的这个游具这个公园的特色拄则副局长甲大家介绍所以这个所在囡仔也有一个有个所在，譬如讲举一个咧这个摆荡游戏区你囡仔都毋通徛伫遮叫迄个荡秋千弄着嘛所以囡仔来的时阵拢是大人带，你无可能遮细汉囡仔。家己徛为遐行来遮佚佗，一定是大人带来遮佚佗总是爱看囡仔佚佗爱甲照顾者这个特色游戏区的特色游具拢是经过鉴定讲安尼会使安全，但安全是囡仔算起来安全但是囡仔爱伫大人这个看顾的情形下，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是安全的而且是会当互囡仔学习为攀爬为这个平衡为上咧，迄个荡秋千就是甲过来囡仔大家囡仔伴小招安尼做伙安尼原来是培养囡仔的群性，所以伫遮咱一项这个特色公园像过去伫麻豆迄个全民公园，迄个麻豆全民公园嘛是足久拢尾愈草发芽呢拢较无人去即样尾甲优化了就足侪人去所以未来嘉义搁将军搁其他的所在一项来甲做互咱的这个特色游具，互咱囡仔免讲去到外县市咱要对佚佗来咱遮就会当。一区之特色公园一直是市长吴伟贴就任以后的重要政策。根据干务局统计，目前台南已经完成24座特色游戏场，11座的施工，也阁有13座的规划。以后除了推动特色，嘛是要打造专业化的理念公园，让地方有完善安全的亲子休闲环境。台南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